大家好，我今日會介紹 Animal Tower。我哋嘅產品概念係模擬 Switch 健身環大冒險嘅互動遊戲。我哋冇需要額外嘅道具，淨係需要用身體動作去控制。預算大約係500葡幣。Animal Tower 結合咗虛擬遊戲同體感運動，提供全新嘅娛樂方式。另外係遊戲操作原理，我哋會使用電腦鏡頭去捕捉玩家嘅動作操控，特定嘅身體動作控制遊戲唔同嘅操作。簡單直觀嘅互動機制可以實現即時嘅互動。運動安全創新，虛擬環境中可以減少運動嘅傷害風險，亦都可以增加趣味性，同埋鼓勵唔同人去進行身體活動，同埋養成健康嘅習慣培養。然之後係我哋嘅應用場景，我哋可以喺澳門全運會賽事場館外面放置，同埋等觀眾喺等待比賽期間進行互動，亦都可以擺喺屋企入面。而我哋嘅目標使用群組，我哋呢款遊戲係適合從兒童到老人家嘅遊戲啦，係冇年齡同埋體能嘅限制，因為只需要通過簡單嘅操作，易於上手。然後我哋嘅遊戲特色 Animal Tower 以獨特嘅動物疊塔遊戲玩法，以高度互動嘅遊戲設計，為玩家帶來運動嘅趣味性同埋娛樂性，可以享受運動嘅過程。之後係我哋嘅技術實現，我哋呢款遊戲係由 Unity 遊戲引擎開發嘅，電腦視覺動作捕捉技術同埋即時互動系統。